虽然林美雅看起来有时候蠢点、笨点，但是她善良、乐观，懂得感恩，她很坚强，她三观很正的，充满了正义感。爸，你不了解林美雅。虽然她是个孤儿，虽然这个世界对她很多事情都不公平，但是她从来都没有抱怨过。她一直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乐观、积极、努力地活着。她的存在就是时刻告诉我应该怎么活着，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样活着？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告诉我。反正不是我以前那个样子。您好，您的餐打包好了。好，谢谢啊。不客气。喂，啊，是小云啊。中午一起吃饭吧。好。你现在在哪儿？我在欧氏集团的大楼底下，在家里闷得慌，出来转转，想看看小瑞。你现在去欧氏集团干什么？你突然出现在公司，会给小瑞惹麻烦的。我不是答应你找时间安排你跟他见面吗？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呀？是我太心急了。不过你放心，我没进去，我就在外面转转。行，那我先回去了啊。我钱包好像被偷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哎，帮我拿下。哎，小偷！干开！干开！来，回来！东西呢？拿出来。钱包在这。大哥，给你吧。饶了我们吧，啊，大哥。走。站住！这俩小子，这钱包是你的吧？哎，看还少不少东西？没少，谢谢你啊。不行，以后小心点。哎。
么了这是？几个意思？都盯着我干嘛？我想到办法了，不过只是一个想法，我还不知道行不行，还不太成熟。你说，把4场秀合成1场。继续。4个场地，浪费面积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费用太高，这里面的潜在成本我们根本控制不了。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难题是要在预算不足的情况下完成4场秀。不管我们再怎么节约开支，就算我们勉强的完成了，但最后的结果也远远的低于我们的预期。我们与其做4个50%，不如把所有的资金跟精力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面，做1场秀。那场地问题怎么办？4个场馆的合同都已经签了，定金退不了了啊。那如果这个定金我们不要了呢？那尾款我们就节约下来，剩下来的尾款我们只做1场秀，也就是说我们只用花费1次布展费、1次媒体公关宣传的费用。关于定金方面，策划部的刘总跟展商是多年的朋友，我认为刘总再去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也不是没有退还定金的可能。我觉得林秘书的想法可以操作，这样一来，我们只要重新设计活动所需的背景板、海报、易拉宝、手册的图片，设计主题包括4场秀就可以了。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这次的彩妆融入到泳衣和内衣的展示环节。我了解了一下，公司以往的彩妆发布会大多都是配合着高级定制的奢华服装来进行的，虽然这样突出了彩妆，但是也有劣势。第一，高级定制的成本和周期时间太长。第二，我们的化妆品是卖给大众消费者的，高级定制只会让我们和大众消费者产生距离感。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发布会，模特的妆容必须要突出亲和力、功能性和便携性。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好，就按这个方向开工。行啊，林美雅，我就买早餐功夫，你就把这么大一 bug 解决了。哎，我跟你说，以后你早餐我都包了。还是算了吧，让公司的人看见了，又该绯闻满天飞了。林美雅，我这次真的是对你刮目相看啊！哎，这样，你想吃什么？你说，晚上我带你好好搓一顿去。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我可能放我这个宰你的机会。随便宰啊，你千万别客气。吃饭。不用说，别说，为什么？全都坨了。走，带你出去吃大餐。你可真矫情。脱了怎么了？脱了就不能吃吗？买都买了，不吃多浪费呀。我觉得啊，我们还是节约时间，赶紧填饱肚子，填饱肚子才能干活。得嘞。想好没想好呢？啊，吃什么呀？哎，我跟你说，宰我啊，狠狠的宰我！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喂，思雨。喂，美雅，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情想拜托你，你下班了吗？我刚下班，你说怎么了？我一会儿给你个地址，我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东西，我想让你帮我取一下，20分钟必须赶到。我想来想去，只放心把这东西先放你那儿。好嘞，没问题。你现在把地址发过来给我，我现在就过去。好好。不好意思啊，你也听见了，我好不容易让我去给他取个东西，今天晚上我们不能一起吃饭了。什么事儿？这么急，连饭也不吃啊？哎，要不这样，我送你过去，然后咱们俩再一起去吃饭，怎么样？
也行。走。哎，你别怪我开这么快啊，是你让我20分钟赶到的。对，应该注意安全。得，那我就稍微开慢一点。哎，你说这个朋友就是你在巴黎那好朋友？你怎么知道？有些人的日记我可是看过的哦。他叫徐思雨，是我在巴黎最好的朋友。我在巴黎最难的时候，就是他收留了我，而且我被人家欺负的时候，他永远是第一时间挡在我面前来保护我。我跟你说啊，我一开始烤的面包真的可难吃了，但是他每一次都很认真的品尝，而且他还鼓励我。哦对，就是跟你拿错的那个箱子，就是他送给我的。他说他不喜欢了，其实我知道他是嫌我的包太破了，但他又不好意思说，怕伤我的自尊，他才那么说的。哎，反正一时半会儿我根本跟你说不完。思雨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咦，欢迎光临。你怎么回来了？你在电话里哭得那么伤心，我不放心你。好了好了，我想死你了，我才想死你了呢。梅姐，快去看看。干什么呢？这都一下午了，一个盘子没洗是吗？你谁呀？敢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当然知道你是谁了。那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这家餐厅的主管，从上到下，包括你哥哥，都得尊称我一声梅姐。梅姐怎么了？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你走人？把我手机给我。林小姐，甭跟我来这套，就是你下一秒让我走人，你也必须把盘子洗了，否则甭想下班。不是你想干嘛呀？我没想干嘛呀，那我就实话跟你说，你哥都跟我交代过了，在这里你就要守这里的规矩，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没有人能罩着你。你要是不把这些碗洗了，我就陪你在这耗着；你要是想耗到明天早晨，我也陪着。外面是吗？跟你说话呢，听见没？刷呀，继续刷呀！你1个月2000块钱工资，打破一个赔5块，
现在摔破2个，你这个月只有1990了，我给你批着呢。继续刷呀。小梁，把碎盘子扫了。喂，李少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不至于吧，兴师问罪可不敢当。上次过后好久没有跟你联系，所以想着给你打个电话，表示一下慰问。那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对不起啊。改天我去登门拜访，向伯父伯母赔礼道歉。不用跟我说对不起，也不需要你登门道歉。我相信我们双方的家人都能理解。不过有一天让我亲自请你吃一顿海鲜大餐还是可以的。谢谢啊。啊，对了，我现在从家里搬出来了，改天你要是有时间，欢迎来暖房。你搬出去了？搬到哪里去了？也是临时决定的，租了一间公寓在芳华国际。芳华路那个吗？是啊。我要去芳华国际！闭嘴！闭嘴！闭嘴！这根本就不是芳华国际！闭嘴！别拦着我！谁拦着我？不要拦着我！好啊，那择日不如撞日吧，正好今天我有时间。我知道有一家特别棒的日本料理，我亲自去打包给你送过来，我们共进晚餐如何啊？好啊。那我把地址发给你。那一会儿见。今天我特别的高兴，我最好的朋友不远万里的回来看我，什么也不说，全部都在这杯酒里，我先干为敬。大柱，我可不想再看到你喝多的样子了。我现在以老板身份命令你，赶紧把那酒给我换成饮料，听到没有？你见过他喝大的样子吧？太可怕了！哎呀，那么丢人的事情，你们俩就别再说了。好，我换。我以饮料代酒，先敬你们俩一杯。干杯！我先干为敬啊。快坐，快坐。我还没来得及给你介绍呢。不用介绍啦，我都知道了。欧氏集团的副总欧阳，你好，我叫徐思雨，是美雅在国外的同学，也是美雅最好的朋友。久仰大名。美雅，我这次回来呢，除了要见你，我还要跟陈哲谈一谈。你在我家呢？是啊，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结果没认出，你赶紧回来啊！
喂，喂，李少，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要放你鸽子了。今天实在有点太累了，所以想早点休息，我们改天约呗。你们女人心还真是海底针啊，一会儿一个主意的。可是你也不能不吃饭吧？没关系，我随便吃点素食就好。好吧。看着你被那个什么微微欺负，管都不管一下就走了。这种男人就是自私猥琐，甩你的时候恨不得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把狠话都说尽了，然后又跑过来不要脸的让你为他辞职。你不同意，他就眼睁睁的看着你被那个什么微微欺负，管都不管一下。好了，思雨，这件事情都过去了，你别生气了。你呀，就是太善良，太好欺负了。他就是猥琐男。哎，你别一个人喝呀。你们两个聊女人的话题，我就只能喝酒了。别呀，你也给点参考意见。男人最了解男人了，你说他是不是个猥琐男？是，特别猥琐，相当猥琐。来，咱们干一个。啊，我说你们俩皆醉我独醒，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谁都可以醉，就你得保持清醒。你都糊涂了20年了，早知道陈哲是这么个负心汉，我就不应该让你回来。我也希望我没回来，回来以后就什么都变。李东来了，我们现在上去。李东来了，我们现在上去。倒车技术一点长进都没有，整整用了1分30秒。你怎么来了？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都已经快到你家楼下了。我一想，这么好的日料，这么棒的美酒，不喝不是可惜了吗？我精心为你准备的大餐，总比你自己点餐来的容易要吧？李总有心了，走吧。环境还不错。还可以。灯怎么没关啊？哦，早上出门急忘了。那拖鞋呢？你不用换了，我们家没有男士拖鞋。
好香啊！应该是保姆做完饭刚走吧。我在卧室卫生间。还说要吃素食，我以为欧小姐每天沦落到吃方便面的命呢。小日子过得不错，红酒都提前准备好了，看来每天回来都要自己独饮一杯。应该是保姆刚开的。最近太累了，有点失眠，喝点红酒有助于睡眠。李总大驾光临寒舍，还自带晚宴，下次我请吧。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吧？不过话说回来，你为什么要自己一个人搬出来呢？如果你想出来住，完全可以去我的酒店，我给你安排一间房间，可以长期住，而且在我那毕竟也舒适一些。还有，你一个女孩子，更安全一些。不用了，住这儿就是觉得离公司近。我在生活细节方面没有那么娇贵的。喝水吗？好。谢谢。红酒既然开了，就不要浪费。这瓶清酒你留着，放在冰箱里，到时候口感会更好。好，留着等你下次来一起喝。下次把欧阳叫着一起热闹热闹。欧阳就算了，我住在这儿的事儿千万不要告诉他，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明白，听你保密。所以，他傍了个女大款，怀疑。手机给我。你要干嘛？我要找这个陈真好好理论。哎，不行不行，思雨，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可千万不能跟他说，我不想跟这个人再有任何瓜葛。现在不是你跟他的瓜葛，是我跟他的瓜葛。我倒要问问他，究竟是什么比20年的感情还要重要？我更要问问他，他到底有没有良心？把手机给我。不给。给我。不给。你给我。思雨，你别闹了。哎，给我。啊不，给我。你别闹，思雨，你快点拦着这个人！哎呀，还小。思雨，你真的不能给陈哲打电话，我跟他已经分手了，而且这件事情我已经不想追究下去了。梅呀，都这样了，你还护着他呢？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还喜欢着他，还想给他留最后一丝颜面，又或者说你心里存有一丝侥幸，你根本就不想戳破他。是，我承认，可是20年的感情不是我说想忘就想忘的。梅呀，哎，欧阳。刚好呢，今天林美雅帮我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大难题。本来今晚我要请她吃饭的，既然如此，我今天就跟你最好姐妹徐思雨，把你的心结给你彻底铲除，就当是老板对员工的奖励。我
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喝了酒比我还疯啊？除了2年前被双方父母逼着吃了一顿饭，在我印象中，好像我们两个就没有在一起单独吃过一顿饭。每次都是约着一块出门，然后再约好时间一起回家，各回各家。表面看着是约会，实际上是各忙各的。李总这是要干嘛呀？突然间联系我，又给我买饭，你不会是2年之后终于顿悟了，打算开始追我了吧？哎呀，小瑞，你在我心中其实一直很优秀，我很欣赏你，真的。只是有的时候，你太冷若冰霜了。冷若冰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这种暖男，对谁都一个态度，根本看不出来你的喜怒哀乐，更看不出来你是喜欢还是讨厌，是接受还是拒绝。我在你面前也就是小巫见大巫吧。那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看不上我了。你可别一退625的，说的跟你看得上我似的。那就为我们的互相看不上。哦，我还有一个手机，每天都是广告，不用管它。加一点吗？红酒不错，再来一杯。不接，继续打。好嘞。喂，陈哲，我是徐思雨，我要找你谈谈。什么？手机从楼上掉下去了？哎，保安同志，您是哪个小区的？哎，好嘞，我知道了。那手机您先收着，到时候我让手机的主人找您拿。哎，好，谢谢您。这负心汉居然把手机从楼上给扔下去了，他神经病吧？不行，我今儿必须要找他好好谈谈。美伢，你知道具体地址吧？不知道。芳华国际 B 组1701。欧阳，嗨，哎，你们两个不是真的要去找陈哲吧？出来，别过！哎呀，你们俩还真去啊！哎，我还没吃楼下呢。小日子过得不错，红酒都提前准备好了，看来每天回来都要自己独饮一杯。
你就这么怕被别人看见？不是说过了吗？还没到时候。那你干嘛不走啊？没来得及。陈哲，你知道我特别希望我一推门进来的时候，你就光明正大的站在那儿，而不是这么狼狈的躲起来。这事儿咱们不是已经达成共识了啊？现在公开咱们的关系还没到时候。再说，你觉得我想躲起来吗？啊？我手机也掉下去了，我还让你看见我像条狗一样在那蹲着。我不要面子吗？我不要尊严吗？现在全没了。今天2周年，咱们在一块2年了，这2年多不容易啊！我花那么大力气，我准备了那么多的东西，你都轻轻松松就给我缴了，我能说什么？哎，我都想问问你。他是怎么知道你住的这？你俩不是不喜欢对方吗？怎么着？现在后悔了是吗？陈哲，你说什么呢？好了，不说了，先冷静冷静吧，我走了。